線黃色旗沙田浸信會隊，第4線青色旗渣打銀行龍舟隊，第5線橙色旗係維達集團隊，第6線紫色旗沙田青年商會隊，第7線綠色旗互協龍隊，第8線白色旗聖保羅男女連通學校友會龍舟隊及第9線啡色旗新界北總區龍舟隊啊！呢一場賽事嘅首3名咧，亦都會進入第22場嘅中龍混合龍錦標賽嘅。我哋睇一睇現在嘅情況啦。主望佢咧，暫時領先嘅係青色旗啊，第4線渣打銀行龍舟隊，接住嘅咧係第9線啊，新界北總區龍舟隊啡色旗嘅。好，跟住我哋有地位冠嘅粉紅戰士南正康復龍舟隊。市況咧仍然係青色旗嘅渣打銀行龍舟隊領先啊，緊接嘅係第9線嘅新界北總區龍舟隊，然後係綠色旗嘅互協龍隊。係啦，各位街坊咧都俾掌聲啊，支持下揮揮手。